你相信有人能估中每局百家樂咩？今日我就嚟俾你現場表演。先洗亂，上機器洗更亂。放入發牌器，我要先做個小預測，估下呢局開莊仲係開閒，呢次閒贏的概率高會開閒，閒8點，閒贏。我繼續預測，下局仲係開閒，閒7點，又啱咗，再來仲係開閒。閒7點，又啱咗，下把開莊，莊6點，冇錯係莊贏，最後一局係和局，都係0點和局，全部估啱。